回答台湾总部锁定的北树科体17、18土地，地上权伫咧新工人秀手头。这新工人秀是甲解约金开甲悬。但副市长李树川是话讲要叫第三方来鉴定绩效，新工人秀态度才落软，讲愿意协调。这议员是呼吁北市府，虽然是要争取甲回答留落来，不过嘛袂使互这新工人秀甲绩效大死死。回答要设海外总部上到北树科T 17、T 18用地，却因为台北市政府甲新工人秀的用地争议无法度进行，新秀进行大规模举行动土仪式，外界解土实地宣示主权，宣告双方的对立。对这代志，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提出第三方鉴价，新秀嘛释出善意，愿意甲台北市政府展开协调机制，进一步协谈合意解约。台北市长邱万安嘛作出回应。一直立场一样，就是全力争取辉达能够顺利留在台北。新秀表示，公证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不动产鉴价工会拢是当接受的第三方，不过第三方鉴价方式敢有法度正做解封，那里民代看法无同。民进党颜玉芳表示，若是分手费超过100亿，民众未接受。未来第三方公证单位的建价，如果有超过100亿，那台北市政府要买单吗？我觉得台北市政府它必须自己要有一个上限、一个天花板，来做一个衡量。大家也不希望看到你一方跟市政府拿分手费，二方呢又跟辉达拿权利金，一块空地两头赚，这也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事情。而经济部二是进程要整理备案土地已经进入倒算阶段，国产署预定要提供台北市双南营区南口土地资料予回答。即马传出台东嘛要插一卡，台东董事长张英华甲前董事长林桂文彦达成开发共识，愿意释出中山北路的总部甲台东大学的校地，争取回答入来台北市中山北路的精华地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